學緊廣東話嘅你，或者學緊廣東話拼音嘅你，有冇經歷過因為唔同教材用咗唔同嘅拼音方法而覺得混亂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大同小異，耶魯拼音大戰粵拼。而家最常用嘅廣東話拼音方案，應該係香港語言學學會喺1993年制定嘅粵拼，但係同時都有唔少教材以至課程係採用耶魯拼音。耶魯拼音係由黃柏飛同埋 Gerald Cox喺1952年制定嘅，用喺耶魯大學嘅廣東話課程。由於同英文比較相似，到而家都依然獲得唔少歐美學校嘅廣東話課程所採用。而家就等我哋比較下耶魯同埋粵拼啦。兩者嘅聲韻母大同小異。聲母方面，失擦音 z 同埋查喺耶魯就拼作 j 同埋 ch， 同粵拼嘅 z 同埋 c 唔一樣。近音 y 亦都同英文一樣拼作 y， 而唔係粵拼忠於國際音標嘅 j。至於韻母，耶魯將長短 a 音拼作 aa 同埋 a， 同粵拼一樣。但係對於同埋耶魯就將佢視作同一個元音，拼作 eu， 而粵拼就分別做 oe 同埋 eo。亦都係因為咁，耶魯係拼唔到口語掉垃圾嘅掉。而對於 u 音，雖然兩者都將之拼成 yu， 但喺零聲母嗰陣，粵拼要加個 j 喺前面，而耶魯就唔使啦。到咗分別最大嘅聲調，耶魯唔單止以字母上標嚟表示聲調，但係上標得個3種，點樣分6種調值呢？喺呢度，耶魯就用咗佢最具辨認度嘅拼法，分陰陽。對於陽聲調，即係4、5、6聲，佢會喺最後一個元音後面加個 h。同時，由於係用上標標調，耶魯都可以標出一聲高平同埋高降嘅分別。呢個係粵拼用數字做唔到嘅嘢。最後就等梁日峰同學吟詩一首，睇下兩種拼音嘅分別啦。夕陽到西嶺，群壑宿移明。松月生夜涼，風傳滿清聽。潮人歸欲盡，燃料棲初定。自指其宿來，故琴後羅徑。